先拿麦克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里有荣耀。等一下，我们要大声的宣告神在这里。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再一次宣告，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真心在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是的，荣耀的主，你在这里，我们谢谢你医治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光明照在我们当中，愿我们的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荣耀你的名，谢谢你，阿们。哈利路亚，再一次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再次宣告，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再次宣告，他是昔在今在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
君王。谢谢神，你给我们这样可以荣耀见证你名的时候，谢谢你，愿荣耀归于你，你自己的荣耀归于你自己。当你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听你呼叫我们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如此的温柔。你让我知道，你让我知道，你赐下的话语必炼净我们的生命，你赐下的光必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你，我心紧紧跟随你。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只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是风，你光照显你，你连自己无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衷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衷心的灵。每当我软弱疲乏，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只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显你，你炼净我生命。主，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衷心的灵。再一次跟耶稣说，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衷心的灵。再一次跟主说，我心紧紧跟随你。是的，神，你与我同在，我必重新得力。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
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衷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衷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我等候你，我必重新得力。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愿求你怜悯施恩，看顾我们，眷顾我们。我们忧伤的心，你也看顾我们。谢谢你，你是为困苦的人所预备的。谢谢你拯救困苦的人脱离他们的忧伤悲痛。谢谢你，让我们开口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叫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谢谢你同在，使我们得安息。谢谢你的平安与我们同行。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也欢迎每一个在荧光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将你的感动、对上帝的爱跟回应的行动，带到就近的教会。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预备你的心，将你的行动透过奉献来回应上帝。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邀请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一起来坐在这边，好不好？
好，因为我们人不多，好，那我们在华语礼拜我们会稍微把座位做一些调整，哈。那今天也非常欢迎秀芝姐妹，好，秀芝姐妹，那她第2次来参加了哈。那她本身上个礼拜牧师有报告说，她是从网络上在加拿大有一个机构哈，然后他们在网络空间里面去关心她，然后到后来她就问教会牧师说有没有机会我们愿意来投入这个关心的工作，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关心有一些想要寻求神的道、想要寻求福音的人，所以秀芝姐妹就是上个礼拜，那牧师在之前跟他们协会联系说我们愿意，所以她上个礼拜是第1次来，好，那她都来参加我们的华语礼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欢喜庆贺的事哈。其实我们人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就像朋友一样在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受祝福的一件事情哈。那我来报告几个我们教会几个消息，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一下啦哈。好，那个我们下个礼拜是长荣中学的学校纪念主日，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有这个谢淑华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来请安报告。下礼拜我们只有台语1场礼拜，所以如果我们参加华语礼拜，我们就9点的时候就一起来参加哈。那我们今天我们待会会后12点到1点，上个礼拜可能秀芝姐妹你是在他们那个以诺小组，好，跟他们一起。那今天牧师欢迎你可以一起参加我们12点到1点，如果时间上 OK， 好，我们会一起吃饭，好，我们会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聊如果你时间上允许，再一起留下来哈。那我们在9月2号，那这是我们第3小区，因为今年牧师是担任第3小区的区长，所以呢，我们1年都会邀请这些全台南第3小区的教会牧师来牧师的教会，就是区长的教会，所以刚好是轮到我，所以9月2号我们会在我们的教会，那也我们请赎会长老来预备招待的事宜。如果大家有愿意，可以一起来协助招待，因为我们人不多，所以我们需要帮手。好，所以如果时间上 OK 的话，9月2号是礼拜2的晚上7点。那我们在9月7号，我们有邀请是圣乐主日，就是说那一天我们一般教会一天只有唱一首献诗啦。那一天有邀请颂音合唱团，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唱的诗歌都是教会的诗歌，有4首歌，非常好听。也邀请我们的家人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哈。那我们9月20号呢，我们第3小区有一个联合运动会，那欢迎荧光幕前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住在我们大桥教会附近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我们可以在1楼的地方有这个运动会的报名表。那我们在那当中我们会一起去到口碑实验小学，礼拜6的早上8点到11点哈。好，那今天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哈，那叫做真实悔改的信仰道路我觉得信仰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每一个人从小到大的选择不一样，但是进入信仰里面都会有一个环节，叫做生命与神，人的生命与神的对遇。好，那在这个对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到一个关系，叫做有人认为我喜欢我就去信我不喜欢就不信。好，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但是我觉得信仰有一个关键是生命里头的转变，所以基督徒在谈到信仰的道路，一定会谈到一个重生、生命改变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个主题叫做真实悔改。那悔改还有分真实跟不真实的，有没有可能？有哦。我跟我的孩子说你做错事了，然后准备要打他了，他就怎么样？他说爸，我错了。可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父母亲很抓狂？因为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他会说我错了，但不是真的错了。他并不理解真实的悔改是要有改变的，是我这一次做了，我下一次不会再犯，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呢，今天我要跟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主题。以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小时候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父母亲养育我们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东西打破？有没有遇过？有啊，打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阿嬷说要打，所以你会怎么做？还没有遇到阿嬷，所以没有打。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害怕？会。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呢，我们上一堂礼拜有人就说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把它藏起来，对不对？不要让父母亲知道。那这个有些时候就关系到，有些时候父母亲打得比较严厉，骂得比较凶，所以他会很害怕，会宁可把它藏起来。但是我们人也一样，犯错了，你看那一些杀人的，做了一些坏事情的人，他一定说是逃之夭夭嘛，躲起来不要被抓到嘛。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遇到东西坏掉，或者是因为我们造成的损坏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有一种心，宁可不要让人家知道。好，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情。我们不希望让人家看到我们内心的错误，所以呢，心中难免都会有害怕。而当害怕的同时，当父母亲、我们的长辈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假如很凶的父母亲，你会怎么样？抗拒，抗拒之后，你会宁可选择不要让他知道。然后之后呢，父母亲就会说：“父母亲知道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会躲起来跟我的妹妹哥哥打电动，然后都在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都是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可是呢，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关掉，因为知道就马上关掉。然后父母亲就问说：有没有看电视啊？有没有好好认真念书啊？我说有，我还说谎哦。说谎之后呢，爸爸妈妈说。”没多久就会忽然间就说：“你们有没有说谎啊？”没有，怎么可以说谎呢？爸爸，我们都是去教会，教会的主日学老师都告诉我们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欺骗，要孝顺父母。我父母亲其实他都知道，为什么？他会摸电视啊。这是我在长大之后，我从我父母亲口中听到的。我终于回想起过去，我用我的方式面对我的家人。我相信，当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认识信仰那一位我们看不见的神，但是他真实存在的时候，你所信的神是要真的还假的？真的，希望是真的。那他会不会是真的？我要告诉你，上帝是真的。那如果上帝是真的，我做错事了，他知不知道？他知道。所以我们一定会带着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要把我们的生命重新敞开。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乎到刚刚我所讲的这一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圣经里面有一位，他就是大卫王。他是上个礼拜我有讲到这一位王叫大卫。大卫王他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是12章，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11章，他的先前的故事，他做了哪些事情？这个怎么颜色变了？好，没关系。好，这个我们看得清楚吗？那个承恩，这个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会变这个颜色？看得清楚吗？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哈。对，可是上一堂它是白色的。好，也没关系，这个可能是无形当中上帝在提醒我们不谨慎，包装自己。我要告诉各位，大卫他在11章的一开始，他派遣的军队，他们去做征战、去战争、去跟敌人打仗。可是他的军队去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他自己留守在耶路撒冷城。做王的大卫王，他是一个他是战胜无胜，就是这个扫罗杀死千千，我上个礼拜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大卫王他在应该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没有。11章在1、2节的时候，他留守在耶路撒冷城，在那边散步。
他在等候他的军队出去回来。在那时候，他在散步当中，他看到了一个拔示巴，是一个他的军官的太太拔示巴，在那边洗澡。他看见了，就起了色念。然后呢，之后呢，他运用他做君王的权力，叫人把他带来，然后与他同睡。之后呢，他发现拔示巴怀孕了。大卫第一个反应，他不是选择反悔改，他反而是掩盖。他先去把这个他这个将军啊乌利亚把他叫回来，说你很辛苦，好好的跟你太太拔示巴同房。他为了要制造一个他的怀孕是他的先生跟他的怀孕，而他为了要掩盖他所跟他行淫的这个阶段。所以呢，大卫第一个反应，他不是反悔，他是掩盖，甚至呢，透过乌利亚的回来，回来乌利亚军官他回来，他还不想哦，他觉得说他还没有做很好的征战把它完成，他不能够与他的太太做这件事情，他拒绝了。但是大卫他竟然摆设宴席，把乌利亚怎么样灌醉了，然后最后呢，他掩盖了这个罪，他犯下了一个很重要。他就是杀了乌利亚。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王他从头到尾做这些事情，应不应该？不应该，对不对？滔天大罪，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12章，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看12章的故事，就是有一位拿单先知。什么是先知？圣经里面只要讲到先知，先知就是未卜先知，有没有听过？未卜先知就是他知道神的心意，而来告诉世上的人，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哦，你们要小心哦。这位先知拿单，他就耶和华所差派，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看圣经节，耶和华差派拿单到大卫那里去。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2个人，一个是富翁，一个是穷人。富翁有很多的牛羊，穷人除了一只他买来养活的小母羊以外，什么都没有。小母羊和他以及他的孩子一起长大，一同长大。这个小母羊呢，吃他这个穷人的家里的一点点东西，喝他杯中的一些所喝的，然后睡他的怀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有一次，有一个旅客到了这个富翁那边，富翁那里，富翁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羊当中取一只来款待这个旅客，却用那个穷人的一只母羊怎么样来款待那里的客人。大卫就非常的恼怒，听到拿单讲这个故事非常的生气就对拿单先知说：我指着这个永活的耶和华上帝起誓做这个事的人该死啊！他必定要4倍赔偿这个母羊，因为他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哇！大卫他义正言辞讲这些话。11章我刚刚有讲到他发生的这些事情，拿单先知他就讲了这个故事来做一个引导，来告诉大卫。我觉得他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言语在提醒大卫，他不是用自己的口直接宣判大卫错，而是运用引用的方式。这让我提醒我自己我以前我们做牧者很喜欢就直接在讲台上直接就讲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是这样讲到可是后来我发现哇，拿单真的很有智慧。他讲到一个人的需要，是透过引用的故事让他自己反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恼怒，实际上就看出他自己，他也有善良的一面，因为他知道这样是不好的。而我们从中我们看到拿单他非常用巧妙的言语来帮助大卫用他自己的口宣判自己的罪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接下来第7节到第12节，拿单就对大卫说：对，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高立，这个我是上帝，我高立了你作为以色列的王，我救了你脱离扫罗的手。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扫罗一直追杀大卫。第
第8节，我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就是扫罗他们的这个王，整个王位现在就换你担任了，哇！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怀里，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如果这些还少，我还可以多多加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行他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击杀了赫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做你的妻子，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他，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庭，不离开大卫你的家啊！因为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1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拿去赐给你的邻舍，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你的妃嫔同寝，因为你是在暗中行的，我却要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事。上帝有些时候，有时候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基督徒啊？就我遇过，有些基督徒他说：牧师，你有没有遇过？很多时候上帝也责罚基督徒，我相信上帝也责罚基督徒，而且有些时候上帝责罚基督徒的方式是比起责罚不是基督徒还要严重。我觉得这个例子就是在讲，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多基督徒在犯同样不是基督徒、不信上帝的人的罪，可是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冥冥当中都一样在做责罚的方式，可是他依然不为所动。所以牧师一直在提醒我们各位，今天我们要一起看这个圣经节，其实很重要。拿单他宣告你就是那个人。牧师时常遇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说：牧师，你不要讲那么直接的话，你讲那么直接的话很伤人的心，他会因为这样不来教会了。可是我心里面想说，我讲这个话并没有错，这是应当说的。他明明就在做错事情，你不说他怎么可以呢？那不就像是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你会不会教他？会啊，你会为了他而痛心啊。所以牧师有些时候牧师很为难啊，不好做啊。有人说牧师很好做，一个礼拜只准备1篇讲道篇就好了，然后探访去看一看弟兄姐妹，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可是牧师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在想，什么是神的话在对我们说话？神的话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拿单先知在提醒大卫，揭露出大卫的罪不只是奸淫谋杀，更是藐视耶和华。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藐视的是耶和华，上帝赏赐给他的丰不丰富？很丰富哦。所以秀芝姐妹，你重新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你接触到的可能是很美好的，但是牧师要挑战你的生命，是你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去重新认识神。上帝如何会慢慢修剪你？会痛啊，修剪的工作是很痛的。耶稣基督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枝子不结果子的，他要怎么样？修剪掉，然后丢给火烧啊。那你想不想结果子？希望。我们的生命都要能够结果实，但是要结果实的树一定要修剪。好，我们家有种葡萄树，每次我都看它长得很茂密，我一开始我不懂，我问我爸爸说：“爸，为什么葡萄树长得那么茂密，为什么都不结葡萄籽啊？好，不开花。”我说：“因为你没有剪啊。”好，那时候我住旁边，我爸就弄一个盆，他真的用一个很大的框框的地方，然后种。那葡萄很会生哦，树枝长得很茂密哦。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这棵让我顾。”那我爸的就开始已经开花，然后长葡萄了。我说：“爸，为什么我的树叶长得都比你的还要多？为什么呢？你的有结果实，我的没有。”
我的爸就告诉我这个真理：你不修剪，它不会开花结果。所以我看到圣经里面，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彼此就像肢体一样，我们是要彼此修剪，彼此告诉他：哎，你错了，小心啊，这样不好，这样留意啊，这不是上帝喜悦的。哦，你很讨厌，怎么讲那些话？我不跟你好了。很多信徒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下去的人说：谢谢你告诉我，让我在即使应该要留意的时候悔改。如果你的心是骄傲的，你听不下去了，你会说：你干嘛这样跟我讲？讲好难听啊！算了，不要，我不想听了。你这样讲不对，这样会伤到很多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聆听神的话语。拿单他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时常对我们自己说：我就是那个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对主说：我就是那一个人。像拿单在对我说的。第三个部分，也是第13节到14节，我们来看圣经节。大卫他对拿单说什么？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了，你不至于死啊，只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定要死。小心哦！虽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生命哦，可是不要想说你得救了，你受洗了，你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你得着了，你不要想说你不用做工哦，你不要想说你不用再继续努力哦。有很多基督徒他受洗完了，他认识神了，认识真理了，他生命没有改变啊，他依然顾我啊。他怎么样？他继续，他知道上帝除去了我的罪，不至于死啊。可是你要记得哦，拿单先知他说什么？只是因为你做这事。我们要时常为了曾经我们过去做过哪些错误，虽然圣经里面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我们要知道把握住我们还有活着的年日，我们要知道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最后拿单他做这个大卫他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于是拿单他回自己的家里去，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他就病重了。他的孩子病重了。注意哦，乌利亚的妻子，也就是这个拔示巴跟大卫所生的这个孩子，最后是有没有活下来？没有哦，他是死掉的哦。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他禁食，进到房子里，整夜都躺在地上。他们是趴着那种躺着地上在祷告的。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身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大卫他不要，也不与他们吃饭。到了第7天，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大卫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看啊，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对大卫说他都不肯听呢，我们怎能够说他孩子死了呢？大卫有可能会怎么样？会自杀哦，会害死自己哦。大卫见了他的臣仆彼此在那边窃窃私语，就知道他的孩子怎么样？已经死了。于是大卫就问他的臣仆：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更换衣服，然后进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注意这句话很重要。他回到自己的宫里，孩子吩咐人为他摆上饭，他就吃了。他的臣仆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为他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了。大卫他就回答了：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啊，因为我想，如果耶和华他会施恩给我，使我的孩子可以活起来，那也说不定哦。我这样做是值得应该做的啊。牧师想要问各位我们如果像大卫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你会不会想要认罪，像大卫一样？会不会想要认错啊？会啊。大卫他在做的是一个行动。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为他祷告。不管你的家里、你的孩子、你所遇过的，不管是事业、经济，你的什么样的在世上的任何事物，让你的心放不下，在那些事情都还你活着，你还看得见的时候，你要为这些事情禁食祷告，因为你想要改变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卫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说不定我这样做，上帝他会纪念。但是最后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允许？上帝没有应允哦。现在大卫他说：现在他既然死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禁食呢？我觉得他的心，他是重新，他不禁食，不代表他不敬畏神啊。我们刚刚从20节有没有看到，大卫他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他没有要让人家看出他很可怜啊，他要让人家知道，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要告诉你，他做这些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24节到25节，大卫他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寝，他生了一个儿子。大卫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我要告诉你，认识圣经的人都知道，所罗门最后是做王，叫做所罗门王，有没有听过？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的儿子。你看哦，大卫他跟拔示巴生的孩子是死掉的，可是最后他跟拔示巴又生了一个孩子，叫所罗门。上帝爱不爱大卫啊？上帝是爱的，而且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拯救，在大卫身上，是因为他心存的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从真实的悔改，我觉得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没有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这世上所犯的错那么严重了。我觉得我们犯的都应该是比较轻的啦。但是我觉得大卫应该犯的这些错误都应该是我们不敢碰的啦。可是我觉得我们看到上帝是这么的爱，愿意从他的生命真实悔改的人所带来的祝福。但是最后我要告诉各位，其实大卫王到最后，他最后的下场也没有多好，真的就如拿单所说的，上帝啊，我们刚刚有看到一段圣经节哈，就是这14节，好，有没有看到？好，大卫对拿单我得罪了，但是拿单对大卫说，第14节，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其实这件事情哦，一定是传开来了，那让更多可能是信上帝或不信上帝的人都怎么样，都会去亵渎，说啊，这个敬畏上帝的大卫王，他也是娶了那个拔示巴，是他的军官的妻子，这是亵渎神，让人家觉得亵渎神的机会嘛。最后他所生的儿子有没有死？也是死。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大卫的人生，让我们看见整个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智慧哈。牧师要带大家来看，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怎么做？我们要勇敢面对。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如果我们没有勇敢面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用欺骗的谎言在过日子。就算我们来到教会，也是用谎言。我觉得我们敬畏神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用一颗敬虔的心，不是让人家看到你外在的敬虔，而是内在生命的改变。是愿意悔改的。我们需要一位像圣经像生命当中的拿单，时常在提醒我们。像刚刚我说到的，有人提醒我们，我们就说什么？谢谢你告诉我。我们不用去好像说很气，然后很不爽，然后很不高兴。我觉得人只要学习这种谦卑的心，我觉得那个勇敢去面对我们生命的困难，自然就知道怎么面对。第二个，我们要谦卑悔改。谦卑悔改是经历上帝恩典的唯一途径。所以呢，真正的悔改不是很长篇你写什么悔过书啦，不是啦。我觉得就像这个大卫很简单说，神啊，我得罪了你，这么简单。神啊，我得罪了你。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哇，这里讲的非常的特别。大卫的经历正是应允了这个承认，他有没有承认？承认他的罪。所以呢，承认就是悔改的行动，很重要。神的赦免跟洁净，也就是他信实不变的一个回应了。我再讲一次，神是信实公义的，他一定要透过什么？他赦免我们的罪，透过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可以理解。可是接下来哦，他有洁净吗？那个奉献的好，有拿走吗？OK，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被洁净？不见得哦。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我刚有讲到，我们都会隐藏很多的谎言呢。我们在家里就有些时候过的日子是浑浑噩噩的，有些时候我们对待人是不好的语气，有些时候我们在私底下都在做偷窃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分别为圣洁的人。所以你说我们真正有相信这句话吗？我们是被洁净脱离一切的不义吗？并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牧师，很多时候我都听到弟兄姐妹说，牧师为我祷告，我犯罪了，犯错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他去跟他朋友吵架，准备要打起来。可是这个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哦，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他的罪嘛，赦免我们的罪嘛。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洁净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我现在做这些，以前会做，现在我不做了。我下定决心，我真的不做。每次遇到了，我都会提醒我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大卫他懂得承担后果，他回到愿意受管教的生命，就是让神的爱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看到学习大卫，他虽然被赦免，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愿意承担后果的人。基督徒不敢面对，他选择用谎言，大部分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这个后果很严重，对吧？牧师有听过有一些教会是很严重的长子婚姻关系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会怕，我都觉得说人都会做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敢去面对他自己，所以这些事情只有我们牧师知道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听到这些，我就觉得说，哇，真的人要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都要好好回想我们自己。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不仅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需要，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身边朋友，他正在罪恶当中，他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带进福音的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承担我们生命所犯的错，那个后果，我相信我们继续生命不断在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里面更新自己，我们的生命会领受很多神的恩典，就像大卫一样，他接下来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是所罗门。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给他起的名字叫做耶底迪亚。什么是耶底迪亚？耶底迪亚叫做耶和华所爱的。所罗门王所罗门他叫耶底迪亚，也就是上帝所爱的。你现在可能你犯过错，你犯过什么不好的罪，你一定会认为说我已经不是上帝所爱的，那个生命是定罪的，所以你不会想要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所以我时常在最近我们教会有些时候也发生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包含牧者跟人的关系上的冲突，我都只有一件事情，我跟神说：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犯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知道那个勇气是大的哦，那个祝福是大的哦。所以在座你们愿意能够听到牧师讲这些话，你们的莅临是上帝让我做他的仆人，
一个很好的安慰，真的是一个鼓励。因为有很多人在看待，是不让神的仆人，我会难过，我会伤心。可是你们的莅临，很多时候带给很多人是一种祝福。那也期盼你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更丰盛的祝福。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是何等的软弱，会犯罪，但我们常常也在藐视你的命令里面，去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心中有许多隐藏的骄傲、贪婪，还甚至嫉妒，甚至谎言。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愿意谦卑的对主你说：主啊，我们得罪了你。谢谢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宝贵的救赎的宝血，来救赎我们的罪，来洁净我们的生命，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至于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拿单，像先知一样在提醒我们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去承担罪所带给我们的后果，甚至愿意学习顺服、谦卑，更多热忱的心来敬拜主、亲近主。主啊，我们更为在这世上所遇到的黑暗，在当中挣扎的、不敢面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的爱来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回到主你的家中永远不嫌晚。最后，我们也恳求神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勇敢传递福音恩典的人，让我们不再羞愧，让我们学习懂得谈论神你救赎我们生命的恩典。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也保守带领秀芝姐妹，让她有一颗愿意委身的心，谦卑的来领受神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为她开道路，让她有更多来领受神你的恩典真理，也带到她的生命当中，让她的生命在她的家庭里面能够做光做盐，能够祝福她的家人，祝福她身边的朋友，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同得福音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也恳求神带领赎主姐妹，让她的生命能够继续为主你传递美好的福音，让她生命的改变是从你而来，领受丰富的祝福，也愿意更多力量、更多信心的宣告，也能够继续为主你传递美好的福音。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在神你的面前所领受的真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晨在早上11点，下个礼拜因为是每月的最后一周，下个礼拜我们是华语跟台语合并礼拜，在9点，也愿主赐福大家，愿你平安。